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。唔係啊，羅同學，應該係齊破老馬真的很興奮。齊破老馬真的很興奮，飲水免費，電話可充電，手機點餐真的方便人，日日都幫襯，服務滿分。茄汁之間好雜亂買嚟，做靚仔 fans 又有咩問題？雪糕雞髀可以一齊嚟，齊讀書考試實滿分。勁快送餐，巴布冇頭痕，薯條勁脆，外面心動人，愉快結識到 TVB 女神，希望有一天跟美記漸近。齊吃老馬真的超興奮，為了切卡話我勁儲分，要有本尊見證才合襯。